儿子，御灵师选拔赛要开始了，可别误了时辰啊！爹先忙去了。就一 NPC 还想当我老子？我可是这个世界的造物主！喂，送我进来的那个谁，别以为你能关得住我，我刚好可以。哎呦我去！混蛋！等我回去就敢设定，把你这破烂根给擦。设定？干嘛呢？御灵师选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你看起来完全不紧张嘛。在这儿我就是全知的神。哎，小明，你快看天上，不就是考官的非洲吗？有啥好看的？哇！小明，走，广场考试去。欢迎各位考生参加御灵师考试。第1轮考核由考生自行挑选使灵弹，孵化使灵。限时一切都一炷香。这期只要优胜，就可以作为种子选手，直接入围御灵师最终考核。所谓男主角，我是大号 NPC 罢了。小明，叶宵从小无父无母，唯有你待我如同亲兄弟一样。今日御灵师考试，我们一定要一起通过。无论未来怎样，我们也要一同面对。好了，小明，我们上吧。你这 NPC 怎么还自己发挥上了？